拉姆納拉揚拉姆。人們常常談論冥想，但我們感覺大多數人並不真正理解冥想究竟是什麼。人類在生活中犯下許多錯誤，但他們無法認清或理解那些錯誤。每個人都應該有人生目標，才能有意義地前進。每個人嚟到這個世界上都肩負着某種靈性的使命，然而人們卻不斷追逐宗教。地球上的一切原本是屬於所有人的，然而一些人利用他們的權力、智慧、政治手段，甚至憲法，將一切劃分為自己牟利的工具，這就是最大的問題。孟加拉國是個小國家，但那裡的人民發出了強有力的反對腐敗的聲音，以至於謝克哈西拿被逼逃往印度。終有一天，孟加拉、不丹、尼泊爾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這些小國會團結起來，看看地球上正在發生的戰爭，無論是在阿拉伯世界、俄羅斯、以色列還是其他地方。但抬頭看看天空，那麼多星星卻從不相爭，所有星星都在天空中和平共處，人類也是天空的一部分。地球是從太陽中誕生的，人類生命也來自太陽，太陽是一切地球發展之源，太陽是我們最初的母親和父親，天空是萬物之父，而他的真正名字是拉姆納拉揚拉姆。事實上，地球上的人們已經背棄了自然，把自己變成了神或成了賊和強盜，但最終他們都會滅亡。如今地球上發生的一切都是將人類團結為一體的過程的一部分。誰不願傾聽智慧的聲音，誰就會在身體、心理和情感上變得虛弱，他們的身體將失去力量，最終孤獨地死去。地球上為賊人和罪犯建造了監獄，但那個最大的賊，那個看不見不顯露自身的，為什麼沒有牢籠關他？所有政客都會來請求選票，做出宏偉的承諾，但一旦當選，他們從未兌現任何承諾。儘管如此，人們依然投票給他們，因為他們願意繼續做奴隸。即使到今天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仍在持續。可悲的是，穆斯林自己是最大的愚者，他們在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互相爭鬥，這場衝突已持續多年。人們熱愛古蘭經、博家梵歌、摩訶婆羅多，但為什麼沒有人對自然抱有激情和敬畏？人類不尊重自然，等到自然向人類展現出它真正的力量和價值之日，他們將震驚不已，甚至感到恐懼。真正的精神導師能夠深刻理解自然，因為人們會認真聆聽這樣的人，即便是樹木和植物也有生命，他們有意識，會感到飢餓，他們靜靜地站在原地，無私地為人類服務，但人類卻無法理解他們。人的身體本身就是地球的一部分，人們應該練習冥想，唯有通過冥想才能讓內心得到平靜，讓智慧更加敏銳，並確保身心的健康。人應當常常默念拉姆納拉揚拉姆的聖名。